生，谢谢你啊！我可以拿这些吗？可以。啊，谢谢你做哦，很好。这个是的，谢谢你啊。哦，这个很好了。对，这个菜园放在菜园里面，它都不会长草。谢谢。一改。啊，所以这一个碰床就是两块的。有的是迄种的啦。有啊，迄种。你这是拢无种的有的，拢选这种较济啦。那个周先生 ，OK， 真的很客气啊！你看，那么好的可以了吗？危险死了！你这个做完了吗？还没。OK。这个就是从钟先生带过来的垫子。这个以后是很好用，因为我们可以，这个可以当成我们的地的，我们的菜园的地的。但是这个东西不可以这样子用，因为有这些钉子，对啊，这些钉子很危险，所以这个先要拿走了。所以这个很辛苦的工作，然后我们可以用，而且菜园的态度就是回收，资源回收，对，每个东西可以用。可以想办法用喏，就是这，比方说这个本来我们要丢掉，因为没有用，但是其实它的品质很不错，品质很不错。这个是从这个出来的，
因为本来是在粘在这里哦。嗯，对。然后我们这是弹簧床的一部分了，有很多的钉子，然后这个钉子拿走了，所以这个出来了。对。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可以。对啊，这个东西丢掉太可惜了哦。对，因为品质很好。你如果去买的话，这个大概也要花好几。一定有一个方法可以用。对。这个我知道我要60。马西蒙，你还没有弄好吗？这张你不是弄好了？现在我要检查有没有剩下的钉子。哦。对，这个已经弄好了，可是有时候。要做最后的检查。比方说，你看这个。这个看一下。啊，对。还有一个。因为这个的坏处是因为它花花的，其实所以看不到。对，所以最后还是需要又有漏网之鱼。对。好了吗？那个脏脏的吧？不要洗澡。对。很快就剪好了。这个是放在我们的洗锅。Questo lo mettiamo là.